新闻先先来关心，今仔日全台拢感觉气温有下降，冷气团是当来影响咱台湾。伫今仔日早时，玉山的主风也落雪了。也若今日结束落来的天气，中央气象署表示，今仔日暗时开始水气就会调到减少，明仔载到后礼拜二天气拢会渐渐稳定，高温有机会到30度。但是后礼拜三开始，阁有一波风面甲冷气团会南下影响咱台湾。强烈大陆冷气团发威，玉山初二早时8点外落冰珠，10点外出现短暂的落雪，积雪有2公分。风口天卫沙变做敢若冰雪磅空，关线所在敢若全部人也烫酸，四界拢是白色的。不过气象署讲，初二暗时入夜了后，水气会减少，山区落雪机会也降低。对初三礼拜开始到初五下礼拜二，各地天气慢慢回稳，气温也清悬。但明天的话，主要还是以东半部地区，还有在中部的山区，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雨的状态。那4号到5号，天气上就更加的稳定了。另外，气象专家也提醒，习惯的天气也未结束，未来19拢是水气较水的这天气的情形。因为下礼拜三、初六要一波锋面，加大陆冷气团会落来，到时阵北台湾温度可能会降到14度左右，而且线内下礼拜六一股锋面会来。台北气象站来讲的话，它的温度大概就是12度到14度左右。苗栗北风望地区可能大概就是10度左右的低温。气象署提醒，未来一礼拜天气3阶段变化，温度起降真大，提醒民众要注意温度变化。出外时阵要看天气穿衫，也若西半部甲外岛较会大高雾，影响能见度。民众出外要注意路况，抑个航班的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